我以为这个是基本常识哎，不是已经讲了几百年了吗？我们平常搭那个高铁、搭捷运，而且搭火车的时候，我之前就有一次搭火车，我前面那个人哦，我明明看到你就有票，啊，你有位置啊，为什么门一打开你就这样一直冲进去？哎，你是在焦虑什么啊？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嘞？而且你先让上面的人下来，我觉得很难吗？我干嘛就离谱哎！现在来告诉大家，我们节目呢，从这个台北捷运的网站呢，查到了几个项目。那我们今天就整理了3个重点要来告诉大家。第一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先下后上。我觉得那个网站设计得很好，而且我觉得这个很佛心哎，大家可以直接在网络上面就搜寻到我们平常搭捷运看那个曼吉猫的那个设计图，有没有？很多标语哎，就勾追，大家有没有看到？我只是想问一声，难道这些标语都只是贴好看的吗？第二点，请容我在内心骂一声：差几啥啊？您给我们1分钟，我们马上回来。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后背包请改用手提。其实我们也可以拿到你的前面啊，背在前面也是可以。但是因为这个我也是很有感我们上下班尖峰时段，大家你挤来挤去啊，你的背包就稍微拿下来一下嘛，很麻烦吗？我想要唱一首歌送他你挤我就好你挤我这样子，我没有要给你挤拜托挤嘞！我想说，少年郎常讲的一句话啦。是在哈喽，还要来告诉大家，每次碰到都很令人抓狂的，拜托几嘞，少低头。来，接下来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上次我搭捷运的时候，我们直接来演一段好了啦。这个是那个捷运门嘛，它打开，结果呢，这个是我，这假装是我我就从这个捷运这样走出来，我前面就有一个人，我看到他一直在回赖讯息。我想说好，你走很慢没有关系，但是他走，我走在他后面，他就突然这样给我停下来。你停下来做什么？然后停下来之后，我当然就这样一头直接这样撞上他啊！我内心就真的很生气耶。他看了我一眼之后，他没有说什么，他继续滑。到底是在做马改啊？真的是气急攻心气死我了！做嘛该做什么啦？怎么一直喷水？我已经这样拉出来，妹妹怎么一直喷水？妹妹怎么一直喷水？帮我收一下，妹妹。我这样说尊重，请拿出来。还是要回到我们节目最一开头讲的，就是尊重从生活中做起。最后要来告诉大家，真的，大家拜托几嘞，一定要稳住。来，这个什么？这个是什么？还有这有必要一直抢吗？还有这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主播台拿出这些东西耶。还有一个这什么？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什么？不要再抢了好不好？我上次有看到人家说这些成分跟口罩一样，我天，你在把布啦，怎么会是一样的？大家帮个忙好不好？帮忙好不好？不要再轻易相信那些假消息了，我们要先查证 ，OK？ 查证很重要，还有不要轻易的恐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什么？我们要一起携手挺过去。我们下次见。